收睇《香港大事回顧》，我係黃海迪，我係陳偉利。喺過去嘅一年，廣大市民包括咗你同我，都經歷咗好多嘅第一次。政府第一次增發2個免費電視牌照，令到觀眾有更多選擇，又歷史性咁樣訂立咗貧窮線，界定香港嘅貧窮人口。仲有第一次實施限奶令，保障香港 BB 飲奶嘅權利。第一次有港人港地加雙辣椒，保障香港人優先置業。不過，一系列嘅新政並冇為行政長官梁振英民望加分，反而引發更多嘅爭議，社會更加對立同埋撕裂。點解呢？免費電視牌照審議結果10月揭盅，電訊盈科嘅香港電視娛樂、九倉嘅奇妙電視獲得發牌，唯獨王維基嘅香港電視網絡落選。政府話係基於一籃子因素，呢啲嘅籃子嘅考慮嘅因素裏邊咧，係唔包括有啲政治嘅考慮。一時間咧係引入3家嘅新嘅營辦商，可能咧會對免費電視市場嘅生態帶嚟急劇同埋不能預計嘅轉變。咁呢啲嘅轉變咧，或者咧會造成一啲咧係負面嘅影響。唔少香港人對結果感到意外。王維基喺第2日宣布裁員320人，員工即時失業。裁員咗320人啊！今朝sorry，唔知喎。我哋對呢一個唔合理、唔公平、冇透明度嘅裁決嘅決定咧，係感到非常之失望。Facebook 撐香港電視專頁，幾日內有50萬人 like。王維基亦都部署反擊，我會再認真地考慮，就算一啲好比較危險、比較 risky 嘅嘢，我都可能會做。但係政府話，行政會議要遵行保密制，唔可以詳細解釋落選原因。政府公布發牌決定之後，第1個星期日，數以萬計嘅市民上街。呢個係司唔好嗰個收繳袋嘛，啲奸官啊全部收晒落去，都做唔到嘢，仲喺度嚟害我哋，等我哋冇免費電視睇。還我夢想，還我夢想，還我夢想，還我夢想。解釋，我哋輸得起，若果有道理。政府公布決定後，媒體引述不同嘅權威消息，指王維基嘅投資計劃太進取，又指港視評分最低，所以出局。而同一時間，一批疑似政府機密文件曝光，質疑梁振英突然修改遊戲規則，由發牌冇上限變成3揀2。明知道會順德過程失草嘢可能會有爭議嘅，但係呢，我哋都唔將件事推，我哋呢係要作一個決定。如果特首連改政策都懶得去諮詢，話改嘅就改，我想請問一下，究竟香港係法律大、政策大，抑或係特首最大？失業嘅港視員工日夜留守政府總部。香港電視網絡嘅員工咧，佢哋都非常之積極嘅。局長，但係想問翻，即係其實食嚟食去都嗰粒魚蛋，你中意麻辣咩？咪揼啲辣椒落去啦；你中意清湯咪揼啲雞汁落去啦。又喺政府總部外舉行集會，向政府施壓，群情洶湧。政府喺公布發牌決定之後，差唔多3個禮拜，進一步披露發牌細節。有4個準則，過去亦都講咗，除咗4個準則之外呢，我哋仲有11個因素嘅。但係議員唔收貨，提出用權力及特權法逼政府披露更多文件。港視員工嘅堅持，爭取到部分建制派議員倒戈。6月聲明等於一個自殺式嘅聲明，內容係陳腔舊調，了無新意，令我係徹底失望嘅。但議案過唔到分組點票。我經過嚴重嘅反思之後即使冒着被指責話係轉態嘅風險我都恐怕需要喺呢個情況之下我決定2樣都投棄權票。議題未獲得2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投票結束，
憤怒嘅示威者包圍立法會。事情餘波未了，通訊局罕有咁公開唱反調，話佢哋一直支持發3個牌。我哋作出決定嘅時候係根據我哋自己一個獨立當時嘅意見，認為係最適合嘅意見。連為政府做顧問報告嘅公司都走出嚟。如果佢有其他原因嘅，就唔好揾我份報告嚟去做擋箭牌。12月，王維基變陣，以1億4千多萬收購中移動全資擁有嘅流動電視公司，發展手機電視同埋互聯網電視。2014年7月1日啟播。有請特首同埋主席完成喺新年度，有請。嚟一張合照先。行政長官都係會好小心聆聽大家。梁振英上任之後，一改以往積極不干預嘅政策，強調要適度有為，市場一旦失效就要介入。呢一條思路喺政府嘅樓市政策入邊顯然易見。為咗增加土地供應，政府四周圍揾地，就連郊野公園都想打主意，但就被環保人士批評為思想癌細胞，建議無疾而終。巧婦難為無米炊，政府缺乏土地儲備，樓宇供應亦都好難喺短時間之內增加。咁政府就唯有徵收雙倍印花稅，改變市場嘅供求關係。解決房屋問題係本屆政府嘅首要任務。梁振英上任後主打房屋政策，定出5年興建79000個公屋單位嘅目標，推出港人港地，開放5000個白表免補地價買二手居屋嘅名額，興建插針公屋，開發新土地等等。不過最見效嘅都係雙辣招，政府2月實施雙倍印花稅，首次置業或者換樓嘅香港市民有豁免。辣招仲首次延伸到非住宅物業，增加咗公司客買樓嘅成本，令到內地嘅買家卻步，二手交投即時冰封。辣招苦主大遊行，成交萎縮，地產代理首當其衝。啲客根本上係平晒唔買嘢，我諗我哋咁多年嚟都未試過咁嘅怨氣咯。雙辣招實施咗大半年，相關法例仍然未通過，政府堅持唔減辣。我哋唔想有任何嘅修訂呢，係為想轉有關法例漏洞嘅人提供誘因。發展商變陣，提供印花稅回贈，變相減辣。買樓嘅人龍再現。沒有人性啊！小心安全唔該。邊度有熟人喎？好混亂啊！搞出人命咁滯㗎啦！放棄，唔想買啊！過去1年，樓價冇顯著升跌，成交就大幅減少。雙辣招始終係權宜之計，長遠點樣克服土地供應短缺嘅問題，先至最頭痛。佔地787公頃嘅東北發展計劃，經大幅修訂之後，終於出台。當局放棄咗全部由政府收地，採用公私營混合發展，公營房屋比例由4:3增加到6:。延子換地呢一個做法，契約修訂呢個做法，剛才我俾咗好多例子大家，呢個唔係一個新事物。村民質疑佔地170公頃嘅粉嶺高爾夫球場可以保留，佢哋反而要逼遷。需要有一套政策去支持。舉例嚟講啊，高爾夫球會我哋諗，咁南華體育會我哋諗唔諗呢？香港嘅基層小朋友同一啲千幾萬會籍嘅富豪去比較，我覺得你而家根本呢就係睇小香港嘅基層市民。計劃出師不利。陳茂波被揭發早年喺古洞購入咗農地冇申報，佢就解釋塊地係太太買㗎，當年係用作度假。行政會議嘅要求呢，呢啲公開俾公眾嘅利益登記表裏面登記嘅呢，唔包括太太所擁有嘅嘢。
唔識佢太太，佢太太亦冇出現過表示佢係業主。但係佢就話唔記得自己係地主咧。咪即係等於話，我唔記得我有冇結過婚啊？咁點睇咧？係嘛？其實好搞笑嘅呢樣嘢。陳茂波又話：喺2012年10月，太太已經出售公司所有股份，唔認為有利益衝突。佢一定要係處理到你嗰種嘅嫌疑，同埋嗰種咁嘅之前所做過嗰啲嘅嘢，得一個方法嘅啫，就辭職。主席絕對唔會。衷心咁向死難者嘅家屬、受傷人士同埋市民道歉嘅。需要揾出真相，等大家知道究竟出事嘅原因喺邊度，係咪需要有人負責任？糾纏3年嘅馬尼拉人質事件露出一線曙光。香港記者趁住菲律賓總統阿奎諾3世喺印尼巴里出席亞太經合會議，爭取提問機會。提問嘅記者包括本台記者，被粗暴趕離會場兼沒收採訪證。一齊出席會議嘅梁振英，事後被拍攝到同阿奎諾3世談笑風生。原來同一場合，梁振英向菲方正式提出見面，菲方仲即時答應咗。會面嘅片段第2日曝光，但座位安排唔對等。阿奎諾3世更加拒絕道歉。We pointed out that from our perspective, there was one lone gunman responsible for this tragedy. 原本係成功爭取，但就換嚟自我矮化嘅批評。主席，呢一個嘅特首係侮辱緊香港人，令到香港尊嚴掃地。喺為菲律賓人質事件中死難者同埋傷者討回公道嘅問題上，我忍點樣軟硬兼施去做，達到個目標，呢啲喺我哋通盤考慮當中。直至到總理李克強親自出聲，菲方先至改變態度。梁振英呼籲香港人團結起嚟，立場亦都轉趨強硬。再俾1個月時間，菲律賓方面作出一啲實質嘅具體嘅回應，使得我哋可以再取得一啲階段性嘅成果。否則的話呢，我哋應該採取制裁措施。馬尼拉市議會主動派人嚟香港，同家屬商討賠償同埋道歉嘅安排。We're not here to justify the mistake. We're here to rectify the mistake. 1個月制裁期限已經過，談判未有進展，家屬只有繼續等。回歸16年，香港仍然摸索1國2制呢條路應該點樣走落去。今年7月，支持同埋反對政府嘅團體正面交鋒。下晝，市民連續第10年走上街頭，喺風雨中爭取民主普選。遊行人士逼滿銅鑼灣，多謝合作，要求亦趨於一致。我哋又有貪官，我哋又有亂咁買酒。喂，如果講真喺一個政府嚟講，全部都會倒台嘅。係我哋香港嘅政府，因為唔係民選嘅，所以就可以全部留低。為公義。大家加油！同一個下晝，各界慶典委員會推出商店折扣慶回歸，又主辦嘉年華會，特首、官員齊齊出動。喺呢16年裏邊，
我哋經歷咗風風雨雨，但係我哋並冇倒落嚟，係咪？示威，我哋支持你。香港需要祥和，需要理性，需要正能量。3號風球嘅喎，頂得住啊嘛！仲有一個以青年人為對象嘅巨蛋音樂節。我哋希望，好希望一陣可以喺嗰邊見到大家。多謝，拜拜。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s of angry men? It is the music of the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自03年7·1遊行、回歸紀念日嘅群眾活動，成為咗政府民望嘅寒暑表。今年更加演變成正反實力大比拼嘅日子。民陣話遊行人數有43萬，係近年新高。各界慶委會就話各項活動一共有22萬人參加。一張摺凳、一本筆記簿係梁振英競選落區嘅時候必備嘅道具，以凸顯佢聽民意、親民嘅形象。當時佢話落區20幾年冇俾人掟過一張紙。不過佢上任之後，當然係另一回事啦。佢又繼續落區，不過每次都遇到示威者嘅衝擊，支持同埋反對佢嘅人甚至大打出手。梁振英上任之後，多次鼓勵支持政府嘅人要發聲，喺社會上亦都出現咗一批打住愛國愛港旗號嘅撐政府團體。佢哋搶佔輿論陣地，同社運人士勢不兩立。2013年，香港就係喺吵吵鬧鬧中度過。梁振英今年6次落區，每一次都遇到同一個場面。梁振英，話我民主制！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首場地區諮詢會喺天水圍，支持同埋反對梁振英嘅市民互相對罵，充滿火藥味。梁振英以強硬措辭反擊種種批評。梁班子又倒一個，呢種咁嘅標題，唔單止有違事實，唔單止對林奮強對政府不公道，係反智嘅。我哋唔能夠讓廉政公署成為政治打擊嘅工具。我哋講支持梁振英咁樣，跟住俾人咁樣打咗場。喂，做咩啊？會場內一片混亂。警察，你向後退，我哋嘅資源。北角嘅諮詢會，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被雞蛋掟中。有個醫生都叫我唔好食咁多蛋嘅。咁我今日都好在咧，就冇着件靚嘅西裝嚟。破壞會場秩序，襲擊喺主講台上嘅人士，我會切實去跟進呢件事，依法追究。每次諮詢會，警方都嚴陣以待。最後一場諮詢會喺大角咀，警方捉起重重鐵馬，又檢查入場人士嘅隨身物品，更以橫額遮擋示威者，警民關係前所未有咁緊張。今年7月，網上流傳咗一段小學女教師林慧思同警員理論嘅片段。當時警員正係處理青年關愛協會同法輪功放置橫額嘅問題。林慧思不滿警方處理手法，責罵警員，仲講粗口。有網民支持佢，亦都有人批評佢枉為人師。曾經獲得行政長官頒發卓越教學獎嘅林慧思，係社民連成員林心誠嘅女，同社運界關係深厚。
一次街頭口角，最終演變成街頭運動，兩派人士喺旺角集會互相指罵。警察容忍唔係代表警察軟嘅。我唔知你幾時控制唔到佢講粗口噶嘛？咁呢樣嘢我哋咪擔心咯。咁我哋咪頭先咪叫佢睇醫生咯。我哋唔想呢種文化入校園咯。呃人政黨，快啲收旗！佢行出嚟去反呢個警察，其實係表達緊佢公民嘅抗命嘅權。梁振英指示教育局就林慧思講粗口事件交報告。如果我哋打擊警隊嘅權威，影響佢哋嘅士氣，大家知道受害嘅係咩人，得益嘅係咩人？林慧思就話會接受校方處分，都欣然接受嘅，因為可以唔接受咩？一定會難過，係咪？擔心難過過咗一段時間，我可以好快去冇嘢。校方已經完成調查報告，並且交咗俾教育局。要對前開，軍澳灣軍會方嘅方向，中警軍為將軍澳對前開。如果唔肯撤呢，咁我哋就係支持呢個中止待續，先去處理其他。政府呢一個做法呢，等同係強搶民產。社會矛盾升溫，政府呢一個廚房越嚟越熱。但係喺今年，梁班子就已經有7個人辭職。有人因為官非纏身，有人話要照顧屋企人，亦都有人話因為身體差要休息一下。特首選舉1役之後，建制派嘅精英同梁振英嘅關係可以話係若即若離。立法會各大黨派各自盤算，只求明哲保身，都唔敢同弱勢政府行得太近。喺今年，香港市民或多或少都有一種無力感。成個社會就好似一部不停空轉嘅機器，力不從心。信唔信都好啦，年初車公之籤就話試馬高居出遠途，今朝赤腳返回爐。咁同目前香港嘅處境，的確係有幾分相似。過去1年，梁振英民望一直喺低位徘徊，施政舉步維艱。今年初，立法會啟動彈劾行政長官嘅動議。我宣布議案被否決。5月，立法會審議財政預算案，再遇上拉布。漁護署就喺2010年接獲咗7宗嘅非法砍伐土沉嗰個個案，去年急升至30宗。點解保護唔到？你淨係講一個沉香嘅問題，已經講咗超過7分鐘啦！請你唔好再喺呢個議題嗰度浪費時間。政府差啲冇錢用。我哋會通知即係醫管局同埋大學咧，即係教資會啦。就政府喺6月頭嗰個即係嗰個現金咧，嗰度我哋唔會支付俾佢。最後，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剪報。辯論現在結束啦，付諸表決，贊成嘅請舉手。我動議載列於講稿附錄2嘅第710項修正案。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以上710項修正案經已全部被否決。司長、局長、副局長同埋政治助理嘅人數係最多同埋最齊嘅。梁振英班子中，以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辭職最為震撼。佢出任主席嘅商品交易所，因為資金不足，被證監會收回牌照。張震遠最初話會重整業務，重新上路。大概係1億美金嘅新資金咧，就會進入到去呢個商品交易所。我而家睇就信心相當大。係啊，Sir，請問今日嚟係做啲乜嘢工作啊？請問事情急轉直下，商業罪案調查科介入調查，並拘捕3名內地人。張震遠最初拒絕辭職。我覺得咧，請假咧係一個適合嘅安排。咁當然咧，以後如果有咁嘅需要咧，我可以即刻辭職。政界不斷流傳佢財困嘅消息。我純粹站在朋友呢係借錢俾佢，
咁啊，一如我正話所講，我係奇怪啲，點解呢？作為一個商品交易所，竟然會缺幾百萬？3日後，張震遠公布辭去所有公職，之後佢再冇喺公開場合露面，行蹤成謎。商交所案仍然有好多疑團未解。被視為係頭號梁粉嘅劉夢熊亦都官非纏身，佢捲入東方明珠石油內幕交易案，被廉署拘捕。之後佢接受週刊訪問，話梁振英喺僭建事件上講大話。我所講嘅每句話嚟講，都可以經得起測謊機嘅考驗。劉夢熊承認大爆內幕同佢被廉署調查有關，仲主動透露曾經去信梁振英，要求佢向廉政專員打招呼，否則引爆政治炸彈。你可以過橋抽板，我係零啫。如果因將仇報的話嚟講咧，搞到我係負數的話咧，咁我亦都會發出我自己最後的敲聲。劉夢熊再被加控意圖妨礙司法公正。一心盡忠報國嘅岳飛，亦都曾經過堂受審，當時佢發出咗慨嘆，就係天日昭昭，天日昭昭。湯生，一項衰嘢係公眾道歉啊，湯生。人哋送荔枝俾我，我就送牛腩魚蛋俾佢，有同質性。佢送個金撈俾佢，你咪送翻個江詩丹頓俾佢啊！冇隱瞞，冇説謊，冇私人動機，冇私相授受，更加係與貪字無關。